继续来到高雄的凤山，时代力量的立委候选人陈慧敏指控宪兵，讲伊11月中旬伫扫街拜票的时阵，这宪兵故意伪装身份，转程甲对甲摄影。这共党的立委徐永明嘛质疑宪兵队进行政治的真红，讲这是对台湾民主真大的侮辱。高雄宪兵队来澄清，讲扫街地点伫菜市仔，出入的分子较复杂，为着要防范选举的暴力，才会主动到场。宪兵队讲，因遵守行政中立，只要各党派的候选人有活动，拢会派人到现场。11月中旬到市场向民众拜票，但是有一位男子一直伫时代力量高雄凤山区立委候选人陈慧敏附近出入，还阁专程翕无停，互陈慧敏起疑心。他表示说他是我的支持者，你是凤山分局的吗？结果他说对，我是凤山分局的。我自己前去问他说，请问你是哪个单位？为什么你2天都来跟我？那他就说他是宪兵。他是个4级，那也就是说他进出的人员成分可能具有某些许的复杂，基于我们身份的管制，所以说他没有在第一时间。那第2次我们的候选人，所以告诉了他的身份。陈慧敏不满，当时也未登记正做候选人，为什么宪兵队要专程记录？加上车站就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嘛引来立委的质疑：宪兵队是不是进行政治征服？是不是整个宪兵因为选举现在都动起来，对台湾现在民主政治是一个很大的羞辱跟讽刺。如果后面有政治人物介入，那我们纪念美丽岛。纪念是什么意思？辖区的任务属性一般的热点，包含进出入复杂，这个只要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候选人介入，或者是在那个活动场域活动，那我们就会关注。行政中立，我们国军在这个立场没有支持特定的党派，没有支持特定的候选人。是针对社区安全、防范选举暴力行为，或者是有心人士扰乱社会秩序，才会伫休假时阵主动到场。但是徐永明对军方的讲法无认同，要求国防部长甲宪兵指挥官应该爱出面讲清楚。